我曾經係一個政治犯，喺監獄裏面度過咗差唔多3年嘅日子。大家聽落可能覺得3年只係一個數字，但我確確實實咁樣見過100、1000個人出獄入獄。出咗冊之後，我以為出聲就可以做翻一個正常人，點知因為種種原因，竟然變成咗一個喺英國嘅尋求庇護者。亦估唔到嚟到之後，接我嘅幾題英國內政部嘅拒絕同埋無理嘅警告。當你冇身份、冇工作權利，唔至基本生存都成問題嘅時候，嗰種恐懼比起還押嘅無了期等待更加可怕。就喺最嚴重以為要獨自面對所有絕望嘅時候，我好彩地得到咗4億元嘅援助金。作為一個受助人，我想話俾大家知，其實我得到嘅只係資金上面嘅援助，而係一份專業及埋安全。由於呢份資源，我可以選擇唔同陌生人一齊瞓同一間房，可以選擇今晚煮乜嘢餸，唔使擔心出咗街嘅時候醫生間會唔會唔見咗，出咗門口嗰陣唔使簽到，仲唔使擔心會俾人打開咗房門踢底。失業用或一般嘅慈善機構，佢有好多出冊人手足嘅救生圈，佢哋嘅支援令我可以喺動盪之中揾翻少少安穩，令我可以專注咁處理我自己嘅庇護申請，甚至係重新咁規劃我自己嘅之後嘅人生，而唔係每日之後為咗聽日點算而擔驚受怕。每分每一毫嘅捐款對於我哋嚟講都係眼入面嘅光。我哋今日唔係淨係為咗自己講嘢，而係為咗好多同我一樣甚至處境係比更加艱難嘅人。如果你有能力，希望你支持4億，你嘅捐款唔單止係幫緊一個人生，亦都係守護緊自由同埋尊嚴。希望你成為我哋嘅後盾，等呢棵樹可以繼續為有需要嘅人遮風擋雨。